到了日时，众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，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，就甲伊捆绑，解去交互巡抚比拉多。这时阵，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甲遐30箍银摕转来交互祭司长甲长老，讲：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因讲：迄甲阮有啥物相干？你家己承担吧。犹大就将迄个银钱等入店内，出去吊死了。祭司长摕起银钱来讲，这是迄价，毋通放伫库内。因商议就用迄个银钱买了互的一块田，为着要埋葬外乡人，所以迄块田直到今日也叫做血田。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讲，因用迄个30箍钱，就是比固定之年的价钱，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，买了互的一块田，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。耶稣徛伫巡抚面前，巡抚问伊讲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讲：你讲的是。伊被祭司长甲长老控告的时阵，啥物拢无回答。比拉多就对伊讲：因做见证告你遮尔多的事，你无有听到吗？耶稣犹原无回答，连一句话也无讲。伊伫巡抚心感觉稀奇。巡抚有一个常例，每逢这个节期，随众人所爱的偷放一个囚犯互因。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，众人自这个时阵，比拉多就对因讲：因爱我偷放倒一个互恁？是巴拉巴，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？巡抚原知影，因是因为嫉妒才甲伊解了来。正坐长的时阵，伊的夫人打发人来讲：这个异人的事，你一点仔毋通管。因为我今仔日伫梦中为伊受了真侪的苦。祭司长甲长老使人证人求偷放巴拉巴，治灭耶稣。巡抚对证人讲：这两个人，恁爱我偷放倒一个互恁呢？因讲巴拉巴。比拉多讲：安尼，迄称为基督的耶稣，我要安怎办伊呢？因拢讲甲伊钉十字架。巡抚讲：为什么呢？伊做了啥物恶事呢？因便激烈的发着讲：甲伊钉十字架。比拉多见讲也无这意思，颠倒要生乱，就摕水伫众人面前洗手，讲：流这个异人的血，罪无伫我，恁承担吧。众人拢回答讲：伊的血归甲阮甲阮的子孙身躯顶。怎呢？比拉多偷放巴拉巴互因，甲耶稣鞭拍了，交互人钉十字架。巡抚的兵就甲耶稣带入衙门，叫全营兵拢聚集伫伊迄边。因甲伊脱了衣服，穿上一领朱红色的外袍，用刺仔编做冠冕，挂伫伊的头顶，摕一支路笛放伫伊的正手内，跪伫伊面前，希人伊讲：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佮喷水烂伫伊面上，摕路笛拍伊的面。希人完了，就甲伊脱了外袍，佮穿上伊家己的衣服，带伊出去要钉十字架。因出来时阵，拄着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西门，就勉强伊动去，好拍着耶稣的十字架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各各他，意思是孤路地。兵丁摕苦胆调好的酒，互耶稣啉，伊尝了就不肯啉。因既将伊钉伫十字架顶，就念句分伊的衣服。
搁坐伫遐里看守伊。伫伊头以上安一个牌仔，写着伊的罪状。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当时有2个强盗甲伊同顶十字架，一个伫伊正手边，一个伫伊倒手边。对遐尼经过的人讥笑伊，摇着头讲：“你这拆毁圣殿3日搁建造起来的，也当救家己吧！你如果是上帝后生，就为十字架顶下落来吧。”祭司长甲文士并长老也是安尼希人伊讲：伊救了别人，袂当救家己。伊是以色列的王，即马也会当为十字架顶落来，阮就信伊。伊倚靠上帝，上帝若喜悦伊，即马会当救伊，因为伊捌讲我是上帝的后生。迄甲伊同顶的强盗也是安尼讥笑伊，对透中昼甲申初遍地拢黑暗了。约伫申初，耶稣大声喊着讲：“伊利伊利，拉玛撒巴各达尼，就是讲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徛伫遐尼来的人，有诶听着就讲：“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？”其中有一个人赶紧走去摕海绵运满了醋，放伫路竹上，送互伊啉。村诶人讲：“请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伊，未来。”耶稣搁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忽然，殿内的帘幕对顶甲下裂开2半，地也震动，半石也崩裂。云幕也开了，伊困的圣徒的身体最有起来的。甲耶稣过活以后，因对云幕内出来，进入圣城，向真侪人显现。百夫长甲一同看守耶稣的人，看见地动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惊吓，讲这真是上帝后生了。有一寡妇人人伫遐里远远的观看。因是对加利利军队耶稣来服侍伊的，内中有摩达拉的玛利亚，搁有雅各甲约瑟母亲玛利亚，并有西庇太的2个后生的母亲。到了暗时，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，是亚利马太来的，伊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个人去见比拉多，求耶稣的身体。比拉多就吩咐予伊，约瑟取了身体，用清气的细麻布裹好，安放伫家己的新坟墓内，就是伊插伫磐石内的。伊搁甲大石头滚伫墓门骹口就去了。有摩达拉的玛利亚甲迄个玛利亚伫遐里对着坟墓里坐着。过长工就是被办日的第2天。祭司长甲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，讲：“大人，阮会记你迄卖血人的，要活的时阵，捌讲3日后我要搁活。因此就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，直到第3日，恐惊伊的门徒来，甲伊偷了去，就讲互百姓讲，伊对死来搁活了。安尼，迄后来的卖血比先前的搁较厉害了。”比拉多讲：“恁有看守的兵，去吧，尽恁所会把守妥当。”因就带着看守的兵东去，封了石头，将坟墓把守妥当。